大家平安。今日2020年7月3今日的读经是诗篇145篇第8节、14节，撒迦利亚书第2章第6节到13节，罗马书第7章7节到20节。伫经文中间，咱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行好的意愿”。律法的目的到底是甚么？律法真正是无好吗？保罗是反律法的人吗？咱有提到讲，律法若毋是引带人去亲就近这个救恩，领受上帝的恩赐，那安尼律法就有问题。保罗并毋是咧讲律法拢无好处。但是律法主义却是将律法带到另外一个真偏的极端，去真做基督徒追求信仰的一个阻碍，得到救恩的阻挡。伫耶稣教示咱的主祷文的祈祷内底有一句话，安尼祈祷，讲互阮无拄着试探。入去试探，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基督要怎样？基督徒要怎样来知是试探，还是凶恶，还是歹的？因为律法互咱知，互咱知迄个歹的甲罪的关系。所以，因此咱需要恳求上帝帮助咱来脱离罪恶，还是迄个试探。这就是迄个律法的目的。律法互咱知影罪，也互咱知影咱伫罪内底无法度靠家己，所以咱需要去找救恩。保罗嘛安尼甲咱讲，罪律法本身毋是罪，但是律法是要帮助咱知罪。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咱看见当初时上帝找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是要制定一个律法。若无照以色列人伫埃及的生活习惯，因真有可能做习惯偷体啦、无应邀爸母啦。杀人是足经常的代志啦，反奸淫嘛，敢若逐工咧食3顿饭共款。所以因需要靠着律法，互因知这是罪。但是千万毋通袂记住，律法本身毋是救恩。律法既然是上帝所制定的，透过摩西所颁布，那安尼。律法本身应该是有伊良善的目的，迄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咱去敲做迄个真正的救恩。为什么咱需要律法来提醒？今日经文伫罗马书甲咱讲，咱有行好的意愿，却无行好的能力。好啦，亲像伫圣经中间，耶稣基督。捌对迄群对伊，却无爱敬虔基督的门徒安尼讲，总是着爱敬虔基督，要入去着袂晓，恁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这是伫马太福音26章41节的记载。所以咱靠咱家己是无法度的，因为咱总是有行好的意愿，却行袂出好，无迄个能力。律法帮助咱有安尼的人天，会知影咱是一个一定的朽烂的人，而且咱已经袂互罪来做奴隶。律法帮助咱知，咱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胜。因为咱无法度100%行法律所有的规定，若是咱要靠着行法律来得到救恩，
咱必须爱100%执行，就是100%做对啦。亲像经文今日甲咱讲，咱有行好的意愿，却无法度实践。咱过去过着祭司的限制，却一再犯罪。所以上帝互咱视线来离开，但是一旦咱回转上帝的时阵，伊就要互着咱搁一摆来自责。这是透过这永远的大祭司一摆全的限制所享受互咱的救恩。虽然咱是迄种有意愿行好，却无能力来实践的人，但是上帝救恩也有缘必然会临到伫咱，互咱得到稳得到伊的恩典，然后得到伊的救，这才是救恩真正的目的，律法真正的目的。愿上帝来祝福咱。今天是2020年7月3号，我们的经文是诗篇145篇8到14节，撒迦利亚书第2章6到13节，罗马书7章7到20节。我们要谈行善的意愿。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真的不好吗？保罗他真的是反律法的人吗？昨天我们提到了，律法若不是引导人去亲近救恩的话，那又不是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律法就有了问题。保罗并不是说律法一无是处，但是律法主义却是将律法带到另外一个极端，却成了基督徒追求信仰的阻碍，得到救恩的阻挡。主导文的祷告里面有这么样一句的祷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基督徒如何知道试探或是凶恶呢？是因为律法让我们知道的，让我们知道恶者与罪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恳求上帝，让我们能够脱离恶者跟试探。这正是律法的目的。律法让我们知罪，也让我们知道在罪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必须去寻找救恩。保罗说，律法本身不是罪，但律法确实让我们知罪。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候上帝需要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制定了法律。否则按照当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习惯，他们很可能习惯偷窃、不荣耀父母亲、杀人也稀松平常，奸淫的事情也如同家常便饭。所以需要靠着律法来让他们知罪，但千万不要忘记，律法本身不是救恩。律法既然是上帝所制定的，透过摩西所颁布的，那么律法本身就有它的良善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寻找那真正的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律法的提醒？因为我们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对于那一群跟随他却不精心祷告的门徒这样说：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这说明了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总是有行善的意愿，却行
不出善行。律法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知道我们是必朽的人，而且已经卖给了罪当奴隶。律法帮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胜，因为我们无法100%的循律法所有的规定。若是我们要靠着行律法来得救恩，那我们必须要100%的去执行。那么就如同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办法实践。我们过去靠着祭司一再的献祭，又再次的犯罪，上帝使我们四散分离。一旦我们回转向上帝的时候，他就要呼召我们再度的聚集。这是透过永远的大祭司一次的全然献祭所赐下的救恩。即便我们是那种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上帝的救恩也必定临到我们，使我们蒙恩得救。这是今天的分享，愿上帝赐福我们。